好，大家好吼，今仔日吼录即个影片吼，无就真简单哦，就是要教大家熬一款纸鸭吼。即款纸鸭就是一般吼，咱若是食饭的时阵哦，还是讲咧食四烧的时阵呢吼，总是一寡油啊、骨头啦、鱼翅啦，无想要爱的时阵呢吼，咱一般拢会做一个纸鸭吼，下咧桌顶，互大家当先放伫内底啊，等下再做伙等稀散吼。啊，一般若是大家看着讲熬纸鸭是上定看着就是讲一张长条形的纸。对啊，后了后，搁对后，对无？啊了后咧，吼，就搁舔开吼，就变做一个三角形啊吼。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拗法吼，应该拢真有印象啦吼。但是我今仔日要教大家拗的吼，毋是即款咯吼。我今仔日要教大家拗的是我过年前吼，去一间店仔食酒饺的时阵，发现恁桌顶有另外一种拗法，我感觉会搁较实用啦吼。特别今仔日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吼。你若是手头一张即个长条形的纸的时阵呢，吼，共款第一步呢，吼，是甲对拗，对拗了后呢，是毋是两边吼，就是有即个两个即个尾仔所在嘛，吼，恁搁甲拗倒起来，拗倒起来吼，拗倒起来的时阵呢，特别注意就是讲吼，拗倒起来的时阵呢，爱互伊小可摊出来淡薄吼，要摊偌济吼，咱家己当决定啦，你看，即马这呢，吼是摊过即个拄正对拗的中线吼，另外一边嘛是共款咯吼，拗倒起来吼。和摊过这个中线哦，还摊过这个中线吼，所以你若是两边拢拗好的时阵呢吼，咱就看着讲吼，对下骹看是这个情形咯，两边吼拗倒起来所在拢摊过拄正对拗的这个行所在啦吼。了后咧吼，伊摊出来所在咧吼，咱才拄甲拗倒转去吼，拗倒转去。你看，这拄正是摊出来所在嘛，咱甲拗倒转去吼，另外一边嘛共款咯吼，拗倒转去吼。拗倒转去了后咧，吼，拗倒转去了后咧，吼，就变做是这个情形嘛，就变做是下骹看起来就是用两个这个两支骹吼，袂是两支骹情形。这个时阵呢，咱才甲下倒起来的时阵呢，吼，甲这个下骹这个两个吼，两个这个像两支骹所在呢，吼，三角形甲拗倒起来，吼，互伊伫咧这个拄则摊出来这个所在，吼，另外这边嘛共款咯，吼，拗起来，吼，对这个拄则摊出去去拗倒来迄条线吼，拗起来，啊了后，再甲即个拄仔摊出来所在，然后砍倒转去吼，另外一边嘛共款吼，甲拗倒起来，吼，啊这边嘛是共款咯吼，拗倒起来，再甲拄则即个摊出来所在呢吼，佮拗倒转去吼，甲砍掉咧吼，砍掉了了，即看起来就是像只船仔即个款式嘛，对无？啊，上尾一步咧真简单咯，就是咱甲舔开吼，舔开了，咱来看着讲吼，正边是即个形体。后壁咧，就是一个真单纯的吼，一个即个六角形啊吼，六角形的即个形体啊吼。一般咱未要用的时阵呢，真简单，后边咱收藏咧，吼，就是伫咧后壁即个情形吼，那个凹倒入来，吼，顺拄则你若看遮吼，遮有拄则咱即个两边即个凹倒入来，即三角形这条线嘛，你个凹倒入来，即面嘛共款凹倒入来吼，凹倒入来，安尼了就真好收藏嘛，就一片一片对无？你会当下做规塔，也是讲加摆做伙吼，下做一个鸭巴底吼。买用的时阵真简单咯吼，就是你就是买用的时阵，咱就是甲舔开了后咧吼，冰倒转来，对遮吼，对遮吼，对遮掰开了吼，将下骹底甲创个平，再小甲回一个，哎，你看开啊啦吼。这开甲咱讲啥咧？甲咱讲就是拄则咱吼，即个摊出去的所在实在是变咧伤细啦吼，伤细即个鸭肉咧相对你就个无较无遐定到啦吼，所以拄则就是摊了伤少啦吼，摊了伤少，所以变成讲伊这拆开吼，舔开吼，买用的时阵哦，就较无遐定到啦吼。你 OK， 吼，你所以咱即摆搁舔一摆啊吼，搁舔一摆的时阵，较细粒仔咧，你看，这纸鸭肉吼，舔开了就是这个形体啊吼。甲一般咱用的纸鸭肉啥无共咧，咱会发现讲，伊即个纸鸭个好处就是，伊差不多纸拢利用较即好势，边啊，加出来所在拢是拄则摊出来迄有影尔，吼，无像一般咱用的纸鸭肉，两边加两片足大片的纸对无？敢咱两支丝仔咧，吼，咱无需要迄个丝仔，有用袂着，咱要用的是即个鸭肉的空间啦，吼，所以即个鸭肉在利用即张纸的时候，会使讲利用了个较彻底啦，吼，遮提供互大家做参考，吼，多谢。